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其实第二句话跟第一句话是同样重要。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代表耶稣是那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没有其他的路，完全没有其他的路。另外一处经文在使徒行传2章28节：“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这一段话是引用诗篇的话哈。这一段话呢，满足的快乐是实际上神给我们的应许，但是其实也是一个检验。我自己我从在我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已经就在教会了哈，所以加上今年呢，我就已经60年混迹教会60年了啊。在这60年当中呢，我发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基督徒有很多时候也是没有满足的快乐，也是很忧郁。然后呢，外邦人怎么做，基督徒也怎么做。就发现说，奇怪啊！明明不是耶稣有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啊，奇怪，为什么有相当部分的基督徒仍然活在那种恐惧、害怕、忧虑，甚至莫名其妙的骄傲，或者是自卑也好，活在这个当中，感觉他要不说自己是基督徒，你都不知道他是基督徒，完全看不出来。为什么呢？我后来我就开始想这件事啊。我跟大家讲哈，人生胜利组的过程是什么？我们既然刚才讲过一般经济社会的，我们现在讲圣经里头怎么讲。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要认罪悔改。各位，什么是认罪悔改？其实你在哪一件事情没有把主权交给神的那一件事情，就是犯罪了。不是说真的我去杀人放火啊，或者是那当然那些是罪，但是有些罪是你自己外面人看你看不出来的啊，外面看不出来，但是你知道。所以当我们讲罪的时候，大家常比较多的解释叫做没有打中靶心，但是呢，白话文就是在这一件事情上面，你没有把主权真实的交给神，这叫做犯罪。各位，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有其他的课是关于理财的课，圣经理财。那在这里其中，我今天没有多的时间讲这个，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你理财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你只是管理者，你不是真实的拥有者，我告诉你，你的理财肯定出问题。你不知道这些上帝给你的钱呢，无论你的这个银行账户有多少位，然后你有多少间房间，如果你没搞清楚，你只是管理者，你以为你真实的拥有那些，我告诉你，那些就会成为你的痛苦，那些就会成为你的捆绑。那外表是看不出来，但是实质上在那件事情上，你是贪财，那个魔鬼撒旦很容易就控制你啊。那甚至你会常常做出一些很奇怪的投资，明明知道这么高的获益率绝对不可能，你还是去投，就被骗啊，就被骗，非常简单。但是如果你很清楚那是上帝的，我是管家，我就会用忠心良善有见识来管理我的这个所有的钱财。所以认罪悔改，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因信称义。第二块是什么呢？圣灵的感动。什么是圣灵的感动？其实包含我们认罪悔改都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从哪来？从圣经来。我告诉你，如果不是从圣经来，他说这是圣灵的感动，你要先打一个大问号。通常大部分也不是，一定要好好读圣经啊，读神的话。像
我知道教会有在用每日研经释义，像我们这一段时间是在读民数记。如果你好好读民数记，你就会发现，以色列百姓从头到尾都没有把主权还给神，以至于他们根本进不了迦南。当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顺着圣灵，我们有圣徒的地位，以至于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但是话又说回来，基督徒会不会犯罪？会啦，基督徒会犯罪啦，不用怀疑啊。我们是靠耶稣基督的救恩宝血我们是靠耶稣基督的救恩。那要怎么做呢？我们在哪一件事情没有把主权还给神？很简单，回过头来，按着圣灵的感动，赶快认罪悔改。赶快认罪悔改，否则你有没有满足的快乐，马上成为你的检验。那最后呢？我们是基督活在世上的代表，我们是基督活在世上的大使，是讲上帝的事所以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我想，我今天时间差不多我最后有一个见证这个见证也常常激励我这个见证的主人叫 William Borden。William Borden 他出生在1887年，在美国。他妈妈小的时候就带他去教会，所以他就认识了这个上帝。在他高中毕业之后呢，他参加了一个营会。那个营会呢，下面都是学生，然后上面呢就有各个不同区域，就是说国家的宣教士上来跟大家讲哪个区域的宣教状况是怎么样。有一个宣教士上来就跟大家讲说：“你们知不知道，此时此刻，在中国的甘肃，有1600万的回民，他们不可能信耶稣啊？为什么不可能信耶稣？因为从来他们就不知道有耶稣的这个福音这个就进入到 Borden 的心里Borden 回去就跟他妈妈说：妈妈，我以后我学业结束之后，我要去当宣教师。他妈妈就送给他一本圣经。那第一页空白页上头 ，Borden 就写了2个字，叫做 “No reserve”， 毫无保留。也就是我今天我就是把自己奉献在神的面前，我就是要朝这个方向走。那后来他读耶鲁大学那他也找很多弟兄姐妹跟他一起成根。到他毕业的时候，有1000多人跟他一起成根这真的是影响力非常好。那大学毕业之后呢，Borden 就跟Borden 的妈妈就说 ：“Borden， 大学毕业啦，意思是什么呢？你们知道 Borden 的家族Borden 是富二代，他的家族呢，如果你们今天上 Google 去打 Borden International Company 这家公司还在他这个公司做什么？3件事：矿他家有矿了；第2个是做这个运输；第3个做食品。各位。”这个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赚钱的行业意思就是说，Borden 这个可以考虑等等。Borden 就跟他妈妈说 ：“No， 我当初立定的心志，他又在他的圣经又写一个 No retreat。那当然，后来他为了要当宣教师，他就去读了30年神学院。神学院出来之后，他加入中国内地会。你们知道内地会是什么组织？内地会的那个组织呢，就是当初就是专门从美国差遣那个宣教士到中国的这个机构那这个机构你们知道，那个时候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时候，那是非常混乱的事。大概10个去9个大概都回不来都会死在中国。那他后来毕业了，那他就加入这个组织。这个组织知道他要去对这个回民传福音，就说那你要学会阿拉伯文。为什么呢？因为回民是用阿拉伯文的，你们知道吗？他们不是用那个其他语，他们都是用阿拉伯文。他们读他们的圣经都是阿拉伯文去读的。那就去了派他去埃及的开罗学，因为在那里有宣教士教。后来一半的时候，他的妈妈就坐船从美国到埃及。那个时候可没有买个机票就可以过去，没那么方便。结果船开到一半，他妈妈收到一则电报，那个时候可没有 Line 什么 FB 收到一则 Line 说 Borden 因脑膜炎去世。Borden 因脑膜炎去世，发生什么事？结果船到了埃及开罗，他也没有看到最后一面，所以只好准备棺材要把 Borden 运回美国。就在帮 Borden 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
就发现了那本圣经。Borden 在将近去世的1天的时间，他最后在他圣经潦潦草草再写2个字，叫做 “No regret”， 没有这么漂亮哈，保证没有这么，他是潦潦草草，因为他已经知道，他也知道可能就是过不去了，很潦草的写了2个字叫 “No regret”， 我没有后悔。意思是什么？即便上帝我的生命到此结束，虽然上帝对我的呼召是怎么样，但是我的生命到此结束，我没有后悔啊！这个没有后悔，安慰了他的妈妈，也鼓励了当时很多美国的年轻人前仆后继的到中国去传福音啊！这个是波登的相片哈。1887年到1913年，25年的时间，上帝就给他25年的生命，他25年就是按着神的心意走。各位，他到底是胜利组还是失败组啊？他说要去什么甘肃传福音，他连中国的土地都没有踏上，他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们要怎么看基督徒的人生观？哈，其实这个是内地会开给他的死亡证明啊，盖个 deceased 的章。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基督徒的人生观？我们来看罗马书14章7到8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各位，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我们面临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的人生观不是这样，你不是把真实的主权还给神，我告诉你，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得罪神的。基督徒，你不要以为说，牧师给我受洗了，我就拿到天国门票。我心里很担心呐，哈，我心里是很担心，因为那没有真实的信耶稣。就像那个以色列百姓，我们每日研经释义最近在读民数记，你就发现以色列百姓根本没有真实的相信耶和华上帝。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来不敢把主权交给神，他们3不5时就要回埃及。3不5时就要回，我要回埃及，我就开始跟神吵。各位，其实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哈。我们的人生观是什么？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主啊，因着你的恩典，主啊，你为我们提供了救恩，但是也愿圣灵在这个时候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要靠着主，主啊，能够来到主你面前来认罪悔改。有圣灵的同在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好好读圣经，知道圣灵要告诉我们什么，以至于我们随着圣灵的带领过得胜的生活，代表基督活在这个世代。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以下呢，我有一个短片哈，介绍国际读经会。那国际读经会的意向呢？神给我们的意向就3个：传福音，其实我们就是用尽各种方式；第2个，服侍教会，我们不是自己去开教会，然后跟教会竞争，不是，我们去做很多教材，辅助性的教材给教会，从最小的儿童一直到成年，我们都有这些教材。我们有圣经由衷、新约由衷、旧约由衷。我们10月份在这边有一个旧约由衷，这都是很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个读神的话当中啊，我们读经会就是要想办法鼓励大家读神的话，以至于我们可以把神的话一代一代传下去。各位弟兄姐妹，2017年全台湾大约有150万人主日崇拜，到了2022年剩多少？剩80万，几乎腰斩啊！那少的是什么人呢？少的就是我们下一代啊，我们的儿童主日学、青少年、青年。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把神的话活在我们当中，活在自己的生命上，下一代是不会信耶稣的。你的小孩也不会信耶稣，你相信我，他看到你，他早就想要脱离这个组织。我只是现在太小没办法，我只能跟着你们走。但是只要他一脱离你，他就立刻离开上帝。这个信仰不存在的，各位。所以神的话要进到我们心中，成为我们下一代的榜样。我告诉你，传福音就是活出你的人生的价值观出来，人家才会信耶稣。
否则人家不会信耶稣的。而且现在在后现代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许多的问题存在，是以自我为中心啊。那我这边这个短片呢，其实它分为2个部分哈，我就很快做一个介绍。我相信我就不要再放哈。第一个部分呢是让大家知道我们国际读经会主要的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我们就是要鼓励大家读圣经，每天读，详细的读，有系统的读，真的读到生命当中，以至于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要把主权还给神。这个是我们读经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个，替教会做一些一般教会不一定做得出来的教材，像我们每日研经释义，每天有3位牧师为我们录影，然后做节目，然后其实是做得非常的详细，而且还有做字幕哈。如果有做多媒体的就会知道，其实做字幕很痛苦的，做字幕很辛苦，每个都有字幕的，为什么要让大家清楚的知道？到底在这段经文在说什么？那我们读经会呢？因为场地原来的场地很破旧，漏水又加上很多的问题。那我们有10几位全职的同工，就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所以我们2021年我们就搬迁到一个在南京东路5段。感谢主为我们准备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办公室。那我们也有这个搬迁都完成了。那我们目前大概也还有2000多万的贷款无论是跟银行的或者跟弟兄姐妹的。那如果弟兄姐妹我非常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为国际读经会代祷祷告。然后如果你要为国际读经会奉献，在你们的这个资料里面有这个奉献袋奉献袋麻烦请你们写下你们的姓名还有地址，我们拿到你们的个资只做一件事情不会拿你的资料乱做其他事情，只做一件事情，叫做开奉献收据。因为没有这个资料，我们没有办法帮你们开奉献收据，所以就请你们帮忙把这个资料放上去，那个你就可以投到奉献袋。那我想最后呢，我还是要非常感谢圣灵，在众教会与国际读经会当中，我们彼此连结，彼此合一，彼此为了神的福音继续往前走。第二，也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牧师，也接纳国际读经会能够成为彼此的帮补。感谢主，谢谢。我们谢谢诸弟兄的正道。接下来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你的话在新娘诗选第229首。
同工到台前来。我们一起低头做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请教导我们用你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明白主你的心意，让我们明白，不论是我们的成功或失败，都是要荣耀你的名。让我们了解，我们的快乐都是由你而来的快乐。现在，让我们心甘乐意的献上我们一点金钱为主你的圣工使用，求主悦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现在我们让我们欢迎一位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林尔信弟兄，你好，一次欢迎，永远欢迎，谢谢，请坐。好，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唱到副歌的时候，请大家一起起立，拱手问安。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谢谢大家，请坐。
教会消息报告。我们再次感谢国际读经会讲员朱延明弟兄来分享信息，请弟兄姐妹为读经机构关心祷告。我们谢谢朱弟兄。下周8月份的圣餐暨复兴节主日，请弟兄姐妹预备新参加。台语堂安排林景强弟兄洗礼。主后的查经班暂停一次，下礼拜暂停一次。我们下午1点半将召开8月份的执事会，请执事同工预备参加。第3点，为充实暑假学习，牧师于7月22到8月26开始，周六上午10点开设从新生命开始师资课程，欢迎有意愿学习从领人信主到生命成长的弟兄姐妹报名参加，请注意时间，麻烦大家有意愿的时候，也有意愿的请参加。执事会决议，本年度父亲节购物礼金转为牧恩之家及澎湖国语礼拜堂的奉献使用。那愿上帝赐福。8月6号下主日后3楼就在这里有父亲节感恩音乐会，由赵连秀姐妹主唱，欢迎弟兄姐妹留步参加。总会将于8月12号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在本堂开设儿童师资培训课程，请为儿童主日学事工关心祷告。第7点，总会姐妹会于8月18到19举办姐妹夏令营，题目与认识忧郁症及如何与病患相处相关，请教会的姐妹前往参加关心祷告。卫理神学院延伸班下学期将开加拉太书课程，师资是刘清乾牧师，上课时间是9月22到明年的1月5号，每周五的晚上7点到9点，即日起可向办公室报名，欢迎详情请看公布栏的海报。第9点与各位非常相关的就是国际读经会将于10月14、21号上午9点到12点来举办在本堂举办旧约游中活动。那么即日起就可以开始报名了。那我们报名的已经张贴在3楼后面的布告栏，欢迎大家邀请自己，也邀请认识的同工一同参加。费用每人600元，费用请可以缴在办公室缴交。那么课程的话，课程内容可以洽李淑一执事。第10点，请为本堂儿童及青少年在学生暑假生活关心祷告，也为了暑期的出入平安祷告。第11点，主日崇拜后11点。等一下11点半到12点半有开设桌边坛的查经小组，在6楼的多功能厅，欢迎大家参加。已经有参加很多次的人都已经应该明白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每周都是很有趣的议题。那本周的主题是论生谈死，欢迎大家参加。教会将应聘新的行政干事，请弟兄姐妹介绍或推荐，若有适合人选的话，请寄送履历到办公室。第3点，我们持续为教会的复兴守望祷告，欢迎弟兄姐妹参加周4实体的查经祷告会，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关心教会所有的事项。第14点，教会为了重新整理会友的车辆资料，请有开车的会友请至公布栏登记。那在本堂的3楼的后面已经有张贴了，请大家来填写。那肢体消息，我们也是为了整个台风过后整个大环境及家庭损害重建，都求主与我们同在，让大家能够很快的恢复日常的生活。现在也是持续有新冠 A 型流感、肠病毒等一些在扩大流行还有登革热。那
请弟兄姐妹在外出的时候，在暑假期间多多注意自身的防护及这个为弟兄姐妹的确诊后的治疗及恢复祷告。我们持续也是为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祷告，愿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得医治，然后重新回到我们当中。那我们接下来牧师要走，我们请牧师。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些简短的补充的说明哈。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因为停车的缘故哈，所以我们需要辨识哪一些车辆是我们的会友或者是外来的车辆停用。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公布栏上面有给大家有填写，那请大家务必要填写。如果你有开车或者是有停车在这个地方的话，这样我们比较好辨识我们的车辆那包括也请大家遵守这个教会的一些停车的规定因为我们干事的下班时间是5点钟，那所以假设如果有停在教会的车辆的话，那请一定就是能够在5点钟以前务必要能够离开那我们因为让这个干事可以比较好工作跟处理所以以上请各位能够来遵守这些的规定跟安排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暑假当中也有一些的课程跟安排，包括刚刚提到的我们在主日后的查经班。喝茶的查经班还有我们的这个陪谈员的训练，这些都是为着我们之后能够迎接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的一些的预备。那请弟兄姐妹也为我们的查经班跟我们的这个陪谈员的训练来祷告，因为能够得人信主，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是与主同工的。那邀请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跟参加我们的这个陪谈员训练是在礼拜6的上午10点钟。那昨天有一位我们当中的一位姐妹，她很早就来了，9点钟就来，她很赶着要来上课。那她看错了时间，但是她觉得回去的时候她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那但是我们期待我们当中的我们不管是我们当中的各样年纪的弟兄姐妹都能够一起来参与，因为得人不分年纪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能够有这样的预备，让我们能够训练好自己，随时上帝要用我们能够带人来到教会里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有机会能够领人来归主。好，那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刚刚这个读经会他们提到的有关读圣经的部分，那我们能够造就帮助人，就是读圣经的部分。所以也请弟兄姐妹关注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安排的这些的读经的进度，或者是我们的小组里面都会有查经的进度。所以请弟兄姐妹尽量的能够来参与小组的聚会，让我们的小组的聚会当中，在每一次的查考圣经的当中，都对弟兄姐妹得帮助。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要比较抱歉，因为最近台风的关系，所以本来应该昨天跟今天是有青少年的夏令营，总会要办的青少年夏令营，那暂时取消。那我会在8月中旬的时候会再重新再开启那是因为这个天灾的关系这个不可抗力的原因，所以请弟兄姐妹包涵。那暑假也很快要过了，现在已经7月底，我们只剩下1个月的时间。那请弟兄姐妹善用暑假的时间。那但是出入也请大家记得要就是这个平安顺利，能够小心谨慎因为天灾还是蛮多的。那请弟兄姐妹来为我们自己外出或者是教会的安全祷告。这次台风的这个侵袭的当中教会没有任何的损失，感谢上帝。但是我们的隔壁 YMCA 有一棵树已经倒了，那还好没有在我们这边造成伤害。但是各位如果进来的时候看到我们外面有一棵树，那棵是不是我们家的是隔壁 YMCA 的，但是也表示风雨很大，所以请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复原的当中，大家也能够彼此来协助。那另外最重要的就是下个礼拜是父亲节主日，所以我们的父亲节主日刚刚报告当中已经跟各位报告过。那感谢我们当中的弟兄我们能够愿意把这个礼物的钱能够来奉献给澎湖国语礼拜堂，还有我们的牧恩之家。那这是我们的弟兄们的一个心意了那当然，如果你觉得还是过不去，还可以找牧师如果我有礼物可以送给你的话那希望我们能够以这样做一个好的一个付出，就是我们能够把这个好的金钱能够放在许多需要的地方，也许是抛砖引玉，但是我们能够帮助一些的机构，让他们能够更好的来运作。
那下个礼拜有一位弟兄要受洗，他是在台语堂受洗，可能各位有认识，是我们当中一位林美满姐妹，她的先生要在台语堂受洗，因为他们开店的缘故，所以他必须要在台语堂。那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想要观礼，也可以早一点到教会来，然后我们一起来观礼。那我们下个礼拜主日结束后会有父亲节的感恩音乐会，那也邀请弟兄姐妹，如果有意愿的话，也可以留下来聆听。那或者是你要赶着送父亲去吃饭也可以就是我们这一天这个感恩音乐会是没有特别要求的，就是我们能够以感恩的心来参加就可以了以上谢谢。谢谢牧师补充报告。接下来请会众请起立，我们来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我们请牧师为我们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赏赐丰盛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享受你所创造的一切。我们为我们能够挺过风雨来向你献上感恩，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一切蒙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阿门，阿门，阿门。请坐，殿乐。在殿院中，请为今天肢体消息跟教会事工祷告。在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也欢迎来电，牧师会为你祷告。